做见证。信高的。列国啊，恁着群情来听，对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着听，着知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，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的地下，有光照因。上帝也加添咱的欢喜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做奇妙无数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爸，和平的人君，就是伫大笔的宝座，甲伊的国对打到永远。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。
甲约瑟开始行伫互人真恶日相信的旅程。因是单纯的百姓，却着负担超越的使命。因受竞选成做上帝赏赐恩典，互世间人的器具。因无惊吓，充满信心，尊叹上帝的使者对因所指示的代志。因做伙准备家己来迎接特要来临的圣囝基督。请听圣经所记载，约瑟的姓系属伫大庇的家，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，到大庇的城，名叫伯利恒的，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嫁嫁。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因伫遐的时，生产的期到，就生头就囝，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泽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容允伊。
侪无声无影、甲痛苦哀伤的季节已经过去啦。约瑟甲上帝所赏赐的囝，号名叫耶稣。这个名要超越一切的名，伊要成做全世界的救主。无偌久，这个新热的消息要成做改变世界的奇妙作为。真紧，大欢喜的好消息就通过快乐庆祝的声，充满伫暗暝的穹苍。但对路加福音，咱要听到这个记载讲，迄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，面是周见，各因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为雷照因，各样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，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弥赛亚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泽林的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侪侪天兵，甲遐的天使三甲伫遐学了上帝讲：伫极悬的位，阳光归伫上帝；伫地上和平，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
列国啊，要尽情来听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都应当听，不要惧怕。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：耶稣，这世界的救主已经降生，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都已成了。为此，我们借着他说阿们，也借着基督使荣耀归于神。这是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好消息。这福音要传给全世界，并向每个人做见证。如今我们要做神带给世人盼望和喜乐的器皿。愿在我们一切所说和所做的事上，活出基督的喜乐。
哈利路亚！大家拍拍，俄罗斯，感谢主。